次抽籤就抽中咗大學站，我都未估到呢一站嘅漫步之旅會俾我機會1秒鐘就穿越回江南家鄉。我哋大學站嘅印象就係中文大學，呢個係我第一次喺中大散步，發現呢度啱啱好有一個關於江南嘅展覽。我有啲好奇，去到之後會唔會覺得好似返咗去家鄉一樣？我非常之鍾意睇古代嘅書畫，今次展覽中都有好多，睇到呢啲呢，就覺得好似返咗去揚州嗰個感覺啦。喺江南園林之中，竹係非常之常見嘅。喺今次圖譜之中有見到竹嘅樣，我即刻就想起揚州個縣裏邊嘅竹。有好多畫入邊都有江南水鄉薄霧嘅氛圍，我又想起揚州嘅瘦西湖，朝頭早有霧氣嗰陣時，好似仙境；大到霧散去之後，又係風景如畫。喺江南園林之中，好重要嘅主角就係太湖石，因為佢睇落去穿窿嗰個樣，大家覺得好特別。瘦根體嘅發明者宋徽宗就非常之鍾意太湖石，佢曾經嘅皇家園林都有特登從江南運送一啲太湖石過去嘅。喺拎本書嗰陣時，發現可以自己揀選文物貼紙去描述自己嘅，咁我就特登揾咗2張，又聯想到自己係一個 I 人嚟嘅，就寫低啦2隻字。都算啱我啦。下個星期六下晝3點，我會再去探索下一個站，記得返嚟睇啦。